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咧，就係喺 capital gain tax 入邊，如果你賣自己層樓，咁就要交稅額。咁有一個叫做自住嘅一個優惠，叫做 primary residency relief。咁其實喺之前嘅影片入邊咧，都介紹咗有好幾個嘅唔同嘅情況喺底下點樣計算一個 primary residency relief。咁當中就第四點咧提到所謂太空人。個 case 入邊咧就係講林先生咧就先去咗英國啦，林太就繼續留喺香港嘅。2年之後咧先至賣樓咧就去英國斷稅。因為係出發之前賣樓啦，咁所以林太當然可以全額就免一個capital gain tax 啦。但係林生就因為已經喺英國定居咗2年啦，咁所以佢係需要按照比例咧去計算翻佢2年冇住喺香港間屋，而相關嘅利潤咧就交 capital gain tax 嘅。咁但係咧經過一個 AI 大神嘅發威啦，林生其實可以嘗試咧就係以佢哋夫婦咧只係暫時分居異地，林太喺香港仍然住緊嗰段時間咧，其實可以視為咧林生都繼續咧係將呢間香港嘅屋當係佢嘅所謂 main residence。咁咧而去申請咧，亦都係全額豁免呢個capital gain tax 嘅。咁但係咧就AI 大神都提醒大家啦，就需要喺一個報稅表入邊嘅additional information 嗰一欄入邊咧，就加上啲説明。咁講翻呢個嘅理據啦。所以就算咧日後咧稅局咧唔同意你哋一啲做法，而要求你哋補翻稅嘅時候咧，都只係要補稅啫，同埋補翻話你遲交咗呢部分嘅稅嘅利息，而唔會有罰款嘅。咁下一頁咧就講下 AI 大神嘅理據啦，同埋一個示範點樣寫一啲説明喺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嗰度嘅。嗱，首先咧AI 大神咧就用咗一份文章啦，呢份文章就係嚟自一個英國嘅團體啦，叫做 Low Income Tax Reform Group 啦。咁佢哋致力就係講解啲稅務問題俾一啲一般市民嘅。因為稅局講得唔好嘛，所以就由佢哋講啦。咁其中有一份 article 咧就係關於叫做 Capital Gain Tax on Separation and Divorce。但係呢份係講話咧，有啲分居人士佢點樣處理被分居之前夫婦一齊住間屋而衍生嘅capital gain tax 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入邊咧有一個 idea 係可以引申出嚟咧，套落去而家林生林太一啲太空人嘅 case 嘅。因為咧入邊咧提到就係話咧，喺一個法例嚟講，如果一對夫婦唔係分居或者離婚嘅話，其實嗰對夫婦只會係共同有一個咧所謂 main residence 嘅，就唔會有2個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林生同林太冇離咗婚，只不過係一個香港一個英國。其實喺佢哋夫婦一齊嘅角度嚟講，佢哋只係一個 main residence。咁而佢哋大家認為喺香港嘅，縱使係林生咧，佢係自己喺英國租咗樓同啲仔女住都好啦。咁但係只要佢哋夫婦認定咧，香港係佢哋唯一嘅一齊嘅住所嘅話，咁係繼續成立嘅。咁所以林太喺嗰段時間住，亦都係代表林生有資格咧，同樣喺嗰段時間咧，就當自己係喺香港嘅 main residence，所以佢亦都可以咧嗰段時間咧係豁免埋交一個capital gain tax 嘅。好啦，咁至於話點樣寫呢個説明咧，係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咧，咁你會見到AI 大神就成大段嘢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心水清望到最後有一句咧叫做 overseas daytime provisions，咁喺度解釋少少啦。咁其實因為咧係預見一啲咁嘅情況，就係你人喺英國，但係你話海外嘅屋咧係你嘅 main residence，其實係有一個條件嘅，就係你自己要喺嗰度住翻咁上下啦，嗰一年納稅年度。如果你自己冇喺嗰個納稅年度住過嘅話咧，咁就理論上唔得㗎。不過如果你太太即係或者叫你配偶咧，係喺嗰段時間咧入邊係住滿90日嘅話咧，亦都唔需要連續啊。咁其實咧變咗咧，作為先生咧，就算喺英國嚟講咧，
住冇翻過香港嘅話咧，佢都可以申請將香港嗰間屋當係佢嘅全球入邊嘅 main residence 嘅。咁所以一個咧就係亦都補充翻說明，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太陽人 case 咧，基本上咧就可以申請得到呢個所謂 permanent residency relief 啦。除非阿林太係喺稅務年度啱啱頭嗰幾日就即刻飛咗嚟英國，咁就變咗嗰個年度入邊咧就唔夠90日咧就變咗申請唔到。不過都係只係離開香港個年度咁少嘅時間嘅啫，咁所以應該冇問題嘅。OK，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可以留言俾我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